正月15元宵，各地头拢无同款的风俗。台南除了有迎春牛放蜂炮以外，也有食这元宵圆的风俗。台南县华文新里里长就招社区时代来做古早味的元宵圆，甲这圆仔烧好圆，新的一年就当大赚钱。 因过节甲做米粉落去烂，就爱烂好焦匀，讲安尼食起来较 Q。这就是台南的元宵圆。生活本省里里长兼这项元宵文化社团，就时代斗阵来做，这时代拢花头喜面讲，你做的这有满满的古早气味。不论是元宵圆，也是圆仔外形，拢同款是圆形的，主要差伫咧元宵圆内底有包鸭，咧包的时嘛有一寡美美角角。啊，就是爱烧圆圆，吼，袂使会破的。 哦，爱叫圆满，传承这个元宵，它的也重大的日子，而且每一年拢有啊，阮就希望讲啊，吼办这个活动，吼是大人吼来遮手动动的。包好元宵圆，再掺咸汤落去滚，好起来时，互人看甲嘴软擦擦地。是大讲家己做的特别好食，兼有文化意义。另外，正月15嘛，号做上元暝，有人会摕元宵圆去拜天官大帝敬神，也是拜祖先的惯例。文书工作者讲，食元宵圆的历史伫东条就记录，即阵时代改变，元宵圆色水掺鸭嘛变甲真多元。 啊，介早是白红圆，啊，后来即摆因为受到北方文化影响，所以也有白圆，啊嘛白银啦，啊而且还包料，还有鸭，还有料就对了，啊这真趣味。啊这料吼，开始其实古早咧做的料，伫台湾比较是较偏伫即个甜的鸭。 啊，即摆也有做咸的鸭。台湾的民俗节气内底，元宵就是小过年，药味菜是元宵上流行的民俗活动。社区记者嘛传台语味菜，好时代因有热闹，兼有过元宵的气氛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